喺旺角豉油街開咗25年嘅老字號茶餐廳，琴日下晝冇聲冇息貼出交吉告示，但係行過隔離街新開嘅內地平價快餐門口竟然排咗50幾人，條長龍直接由街頭排到街尾。街坊唔係唔肚餓，打工仔更加唔係唔食晏，但係大家嘅荷包已經喺不知不覺之間徹底轉移咗陣地。2026年上半年，全港食肆結業數量正式突破1100間，傳統茶餐廳嘅平均毛利率由以往嘅1成8一路暴跌到得返4.5%。呢個數字背後代表成個餐飲業嘅底層邏輯已經徹底崩潰，大家手頭緊咗，食客唔再願意為情懷埋單，極致性價比嘅大遷徙正將傳統食肆逼向絕路。行入呢間就嚟交吉嘅茶餐廳，午市高峰期嘅水吧靜到連落單聲都聽唔到。收銀櫃禮個老細望住空洞洞嘅卡位，眉頭深鎖。以前1到12.9門口逼滿等位嘅白領，而家成間鋪頭得返2張台，坐咗阿伯嗌杯熱奶茶坐足2個鐘。高昂鋪租同燈油火藍照計，但係每日入行嘅鹽水連交電費都成問題。反觀同一條街嘅內地品牌，情況完全係2個世界。由豉油街行到油麻地廟街，平價招牌嘅連鎖店好似雨後春筍咁搶佔街角。佢哋賣嘅唔係山珍海味，而係20幾蚊嘅特價飯，30零蚊嘅熱辣套餐。門口排隊嘅後生仔同打工仔攞住手機掃碼點餐。因為同樣食一餐飽肚嘅晏晝，喺度可以慳返一半使費。呢場餐飲地震最殘酷嘅地方，在於市場嘅中間層正以肉眼可見嘅速度消失。以往打工仔食晏50-60蚊嘅碟頭飯係最普遍嘅日常選擇，但係隨住大環境降溫，市民對每1蚊嘅支出都計到極之清清楚楚。要麼去兩餸飯買外賣，要麼幫襯平價連鎖，收得貴又冇特色嘅舊茶記，瞬間變成冇人問津嘅重災區。好多茶餐廳老闆仲以為只要咬緊牙關死頂，等客流回暖，生意就會好返。但係殘酷嘅現實係，街頭嘅人流根本冇少過，只不過客流嘅方向已經被徹底重新洗牌。傳統依靠重資產硬撐嘅模式，喺面對工業化降維衝擊嗰一刻，成個生存地基一早就已經被連根拔起。茶餐廳老細喺後欄撕開張買餸單，眉頭皺到實一實。鮮牛肉批發價又貴咗2成，但係聽面快水牌85蚊一碟嘅乾炒牛河，根本連1蚊都唔敢加。食客喺門口望一眼個價錢，轉頭就走。85蚊一碟牛河，表面睇好似好和味，但係扣除新鮮牛肉、河粉、油同芽菜，單係原料成本，一落鑊就已經使咗28蚊。炒鑊師傅喺廚房嗌晒救命，人工成本更加係個冇底深潭。請個有鑊氣嘅大廚，月薪冇3萬幾蚊，根本請唔到。計買樓面伙計同洗碗阿姐，每碟牛河分攤出嚟嘅人工足足去到25蚊，再加上豉油街呢個地段，每碟牛河分攤20蚊鋪租同燈油火淋85蚊嘅進帳，七除八扣之後，老細實質落袋嘅淨利潤得返12蚊。行過隔離街嗰間內地連鎖快餐，店長用平板電腦一按，後台運作完全係另一個維度。佢哋主打38蚊嘅極致平價套餐，背後依靠跨區域中央廚房大規模集採，冷鏈物流每日直達香港。佢哋憑藉龐大嘅採購量，將食材原料成本硬生生壓低3成半。一份38蚊套餐嘅原材料計落只需要8蚊左右。人手配置方面更加係一場降維打擊，廚房完全唔需要請昂貴嘅炒鑊大廚，只靠預製料包同自動化加熱設備，請2個時薪工就可以搞掂成個出餐流程。38蚊嘅套餐扣除8蚊食材、9蚊人工同6蚊水電，租金分攤，單份嘅毛利竟然穩賺15蚊，賣38蚊賺15蚊，竟然多過你賣85蚊賺12蚊。街頭食客人潮並冇減少，但係每一筆消費嘅利潤空間已經被徹底洗牌。傳統依靠高地租資賺嘅日價模型喺極致性價比面前正式失效。打工仔坐低食晏唔會睇籠你交緊幾多租，
佢哋只在乎眼前份餐抵唔抵食。當平價品牌用一半價錢俾到足料熱辣嘅飯菜，傳統茶餐廳嘅定價話事權瞬間化為烏有。以往老牌茶餐廳每日只要炒到200碟牛河，靠高客流量就可以維持正常運作。但係而家午市嘅黃金時間，客流比隔離嘅平價套餐分流咗大半，全日炒得嗰50碟，每單得嗰12蚊薄利，加埋一日得600蚊利潤。連交半日冷氣費都未夠，開門做生意等同於每分每秒將白花花嘅鹽水倒貼落鹹水海。單店作坊面對跨區域工業化體系，根本就係冷兵器同現代火炮嘅肉搏。茶餐廳老闆每日清晨仲要親自同批發商講價，幾十斤牛肉完全冇議價空間。內地連鎖品牌幾千間分店統一採購，直接喺產地包低整個屠宰場同冷庫。呢種供應鏈維度上嘅代差，喺食材出廠嗰1秒鐘，勝負一早就已經定咗局。喺大環境持續緊縮之下，市民大眾嘅消費心理已經發生咗不可逆轉嘅轉變。以前大家願意俾多30-40蚊買份師傅手藝同街坊情懷，而家打工仔發現30零蚊嘅標準化套餐一樣乾淨飽肚。慳翻出嚟嘅錢可以幫補家庭開支，食客極其理性嘅選擇，正將性價比不足嘅舊店無情地推向出清邊緣。望住收銀機入面零星嘅幾張單據，茶餐廳老細終於發現，無論自己點樣慳電費，點樣叫伙計做多2份工，都無法填平呢個損益黑洞。每個月月頭業主按時催租嘅訊息，好似追命符一樣準時送達。單店營運嘅現金流正以肉眼可見嘅速度枯竭，一場關乎生死嘅倒數已經無聲無息咁降臨到頭頂。旺角街角嘅地產鋪門口貼滿減租招租告示，茶餐廳老細打開抽屉，望住份仲有1年幾先到期嘅3年死約租約，每個月10幾萬蚊嘅租金支票，硬生生鎖死咗成間鋪嘅生路。就算門口人流大跌，業主依然分毫冇讓，要求每個月準時過數，少1蚊都即刻發律師信。業主唔肯減租嘅背後，係一個冷血嘅物業估價遊戲。旺角核心街鋪當年幾千萬買入，業主向法林銀行借咗幾成按揭，如果業主喺合約上面減租2-3成，銀行後台嘅自動估價系統就會即刻大幅劈低物業估價，甚至隨時觸發銀行追收保證金嘅致命警報。業主情願間鋪吉喺度，送幾個月免租期，都堅決唔肯喺白紙黑字嘅租約上面減面價。因為一旦物業嘅租金回報率跌穿借款基準線，成棟物業嘅估值天花板就會冧落嚟，隨時連累業主自己嘅融資鏈一齊斷裂。所以只能夠逼租客硬生生硬食高昂租金。夾喺中間嘅茶餐廳老細，每個月一拉開鐵馬，未計買餸買油，淨係鋪租同差餉地租就已經蝕緊幾千蚊一日。以前旺角街頭嘅高客流量可以將10幾萬租金化整為零，而家午市客流大幅分流，每碟飯分攤出嚟嘅固定租金成本已經貴到連老細自己都無法承受。除咗地租死谷，人工更加係另一個無法跨越嘅硬骨頭。廚房炒鑊師傅長期短缺，洗碗阿姐時薪開到70-80蚊都冇人肯做。但係勞工法例同強積金開支1毫子都冇得減，單店作坊嘅固定營運開支被徹底定死，成間鋪頭每個月都在白白倒貼落鹹水海。傳統食肆嘅營運思維一直以為靠鑊氣同師傅手藝就可以留住熟客。但係喺高地租同高人工嘅雙重夾擊之下，老細為咗慳開支，唯有縮減樓面人手，甚至逼廚房師傅做多幾份工。結果出餐速度越來越慢，服務質素直線下降，反而將更多熟客親手推走。另一邊廂嘅南下連鎖品牌一早就用極致嘅輕資產邏輯避開咗呢個陷阱。佢哋進駐商場或者2線街位，同大業主簽署營業額分成合約，將租金風險直接轉嫁。店內廚房設備全部模組化，單店根本唔需要重金裝修，隨時可以靈活走位，甚至隨時撤場。傳統小店單打獨鬥，10幾萬租金要由幾百碟牛河硬頂，
連鎖集團幾十間鋪一齊同業主傾租，後台擁有極強嘅議價話事權。小商戶喺重資產泥潭入面苦苦掙扎，大型機構就靠輕資產靈活走位。呢種組織架構上嘅維度代差，將小店逼入咗死胡同。更加致命嘅係，銀行對傳統飲食業嘅信貸態度已經徹底轉向保守。以往老牌食肆憑住幾十年信譽，隨時可以向銀行透支幾十萬現水過渡。而家成個試水緊，銀行後台全面撒水喉，信貸審批嚴苛無比，根本唔會再借錢俾小食肆填補虧損。上游食材供應商見到市道唔對路，亦紛紛收緊信貸期，要求貨到即時俾現金，不再俾小店班借1個月數期。茶餐廳老細手頭上嘅流動現金瞬間跌到警戒線以下，每日收銀機入面嘅現水，早上啱啱入戶口，下晝就俾租金同人工自動扣到一滴都唔剩。傳統食肆唔係輸喺師傅嘅炒鑊技術，亦唔係輸喺街坊嘅感情，而係輸喺成個重資產模式，撞上現代商業冷酷嘅資本運作。3年死約尚未過半，但係門口業主發出嘅催租律師信已經無情咁塞入咗鐵板嘅縫隙，將最後嘅喘息時間徹底清零。茶餐廳廚房嘅出餐鐘狂響，炒鑊師傅一隻鑊炒足10分鐘，客人等得唔耐煩。對面新開嘅內地快餐店，店員用數碼槍一嘟，預製冷鏈料包放入自動蒸爐，2分鐘內熱辣辣，準時出餐。兩間鋪頭嘅出餐節奏喺街頭形成咗極其殘酷嘅強烈對比。出餐時間由傳統嘅10分鐘硬生生壓到得返2分鐘，帶嚟嘅係翻台率升咗足足3倍。傳統茶餐廳一張4人卡位，客人由落單到食完要坐成個鐘。平價連鎖店嘅客人20分鐘就已經食飽走人。午市黃金2個鐘之內，一張台可以輪流轉成700次。傳統茶餐廳由水吧打荷炒鑊到樓面，一間幾百鐳嘅舊鋪頭，前前後後要養10幾個伙計。南下連鎖品牌全面導入自動化設備，廚房唔需要請昂貴大廚，單店人手直接減半，2個人負責加熱出餐，1個人睇晒全場，營運負擔被精簡到極致。由泰爾酸菜魚到農耕記，再到街頭隨處可見嘅蜜雪冰城。南下大軍靠嘅從來唔係單店手藝，而係背後成個現代工業體系嘅精密運作。龐大嘅中央冷鏈物流網絡，每日清晨將標準化食材直接運入門店，成間鋪頭根本唔需要浪費空間做庫存。連鎖集團喺全國擁有幾千個門店節點，單一原材料嘅採購量動輒以幾十萬噸計算。佢哋直接跳過所有中間批發環節，向源頭種植基地同大型養殖場直接落單。源頭直供嘅集採優勢，令佢哋牢牢掌握咗原產地嘅定價話事權，成本優勢堅不可摧。反觀本地單店茶餐廳，老細每日清晨都要親自去批發，市場摸黑買菜，幾十斤嘅進貨量完全冇議價空間。食材由入口商一級批發，再到本地運輸，中間經過4-5層中間商層層搣皮。單店作坊被動承擔緊全行業最昂貴嘅流通成本，一開門就已經輸喺起跑線。全港飲食業嘅呢場倒閉潮，根本唔單止係市道好壞嘅表面問題，而係本地高地租同種人工模式撞上消費大收縮嗰陣嘅必然出清。傳統依靠師傅個人經驗同體力苦撐嘅重資產小作坊，喺跨區域工業化降維碾壓面前，所有防禦手段都徹底失效。好多老牌食肆老闆仲喺度堅持話手工現炒嘅鑊氣先係香港餐飲嘅靈魂，但係對於趕住返工嘅打工仔嚟講，大家喺午市最需要嘅係出餐快、品質穩定同乾淨衛生。工業標準化將不可控嘅人為手藝變數，徹底轉化為精密可控嘅極致出餐效率。南下品牌仲利用後台雲端數據系統，即時監控每一款菜式嘅消耗速度同顧客喜好，邊款菜式唔受歡迎，後台幾日內就可以迅速調整下架。而
而傳統茶餐廳幾年唔換一次嘅過膠厚餐牌，喺面對市場急速轉變嗰陣，反應遲鈍到好似恐龍一樣。大型連鎖集團手握雄厚嘅流動資金，就算新煲連續3個月未見回報，背後龐大嘅資金池依然可以輕鬆兜底。但係本地小食肆只要連續2個月入不敷支，老細手頭嘅現水就會即刻見底，成個資金鏈條隨時斷裂。根本冇任何空間同巨頭打持久戰。當跨區域工業化嘅標準化機器以無可阻擋嘅姿態搶佔街頭每一個核心角落，傳統飲食業嘅舊有生存空間已經被徹底抹去。豉油街最後幾間老牌茶餐廳嘅招牌霓虹燈喺夜風入面搖搖欲墜，一場更加深層嘅全港消費大洗牌已經無情咁拉開序幕。逢親禮拜五下晝，落馬洲同羅湖口岸湧現大批拖喺北上嘅香港市民，成千上萬嘅家庭客放假第一時間離開香港，直奔深圳各大商場消費。一到週末，成個旺角同油麻地嘅街道冷清到好似鬆城一樣，本地食肆最賺錢嘅黃金檔期，客源直接蒸發咗一大半。普通香港家庭嘅開支賬本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嘅結構重組，加息週期延續。每個月供樓同交租嘅剛性支出，硬生生咬走咗人工嘅大半。喺荷包嚴重縮水之下，家庭唯一可以即時大刀闊斧削減嘅彈性開支，就係每個月喺本地出街食飯嘅日常餐飲預算。以前一家4口喺香港食餐晚飯，求求其其嗌幾味小菜，隨時使成800-900蚊，仲要坐得逼兼時60分鐘走人。而家只要搭半個鐘車過關，用一半嘅價錢就可以喺深圳商場享受5星級服務同寬敞環境。呢種消費體驗嘅極端差距，令本地客源產生咗不可逆轉嘅結構性外溢。就算留喺香港嘅打工仔，平日嘅飲食習慣亦都全面降級。街頭排長龍嘅不再係傳統茶餐廳，而係遍佈18區嘅平價兩餸飯，30幾蚊一盒飯，有肉有菜，仲送罐例湯。打工仔用腳投票，直接將傳統食肆嘅午市金需徹底瓦解為極致求生嘅外賣替代品。週末客源外流北上，平日客源被兩餸飯同平價外賣瓜分，本地傳統食肆嘅每週營運節奏被徹底打亂。以往茶餐廳靠週末家庭客幫補平日嘅租金，而家週末嘅營業額跌得仲慘過。平日開門營業多一日，就要食多一日冷氣水電同伙計人工，形成咗惡性循環。南下嘅內地平價連鎖品牌，正正就係看準咗呢個消費降級嘅歷史缺口，佢哋將內地極致內枕出嚟嘅高週轉模式，成套搬落香港，用低定價、快出餐同明亮裝修，精準收割留港消費嘅打工仔。傳統茶餐廳面對嘅唔單止係同行競爭，而係食成個消費文化嘅降維打擊。中產階層嘅消費心態已經由以往嘅追求精緻，徹底轉向注重實用同性價比。買名牌食大餐嘅虛榮消費全面退潮，精打細算變成咗全民新共識。當大眾市民對未來收入預期轉差，每一餐飯嘅定價就成為決定一間食肆生定死嘅唯一生死線。呢場消費版圖嘅重組，絕對唔係短暫嘅週期波動，而係一場不可逆轉嘅生活方式重塑。香港市民嘅荷包已經學識咗用性價比投票，傳統食肆如果仲妄想靠以往嘅老招牌同街坊情懷硬頂，最終只會喺呢場全港購買力大遷徙嘅洪流之中，被無情地徹底淘汰。當最後一批堅持食80-90蚊碟頭飯嘅老食客都開始轉投平價套餐嘅懷抱，旺角同油麻地嘅街頭已經冇多餘嘅時間留俾猶豫不決嘅老闆。距離傳統租約到期嘅大限越嚟越近，面對呢場生死殘局，留低嘅中小食肆老細已經被逼退到最後嘅懸崖邊緣。深夜嘅旺角豉油街茶餐廳老細埋完單，望住個慘淡嘅營業額，終於明白單純死頂已經毫無意義。租約仲有最後6個月到期，擺喺眼前嘅關鍵問題，
唔再係點樣賺大錢，而係點樣喺呢場全行業嘅殘鑊出清之中，保住自己嘅老本，爭取一線生機。好多老闆最容易犯嘅致命錯誤，就係抱住盲目希望將自己多年嘅積蓄，甚至按流套建嘅現水，源源不絕倒貼落去填補虧損。喺大環境消費降級嘅不可逆趨勢之下，任何企圖用個人微薄資金對抗宏觀週期嘅行為，無異於親手跳入萬劫不復嘅無底深潭。要喺最後6個月完成斷臂自救，第一步就係要徹底拆除重資產負擔。傳統茶餐廳過百款菜式嘅複雜餐牌，必須即刻大刀繁斧精簡，砍掉所有備料繁複兼且滯銷嘅菜式，只保留出餐最快、去貨最穩嘅幾款招牌核心，將廚房運作負擔徹底降到最低。與此同時，小食肆必須全面放棄對門面排場嘅執念，轉向極致嘅輕資產運作。與其每個月硬食10幾萬大鋪租金，不如及早轉型為小型外賣專門店，或者同其他小店分租廚房，將重心由追求虛假嘅高營業額，全面轉移去打造扎扎實實嘅正現金流閉環。面對寸步不讓嘅地租僵局，食肆老闆必須展現出決絕嘅談判底線。如果業主依然堅持不減租金，老闆就應該把握租約到期嘅最後機會，果斷選擇及早斬爛離場。千萬唔好因為沉沒成本而猶豫不決，及時交吉止蝕，先至可以幫自己保留最寶貴嘅翻身本錢。小食肆唯一能夠同跨區域工業化巨頭抗衡嘅武器，就係極致嘅靈活性同社區溫度。大型連鎖品牌靠標準化同集採效率取勝，但佢哋永遠無法替代街坊熟客嘅人情連結。聚焦社區近需，靈活調整產品，先係單店喺巨頭夾縫之中揾到嘅唯一生存縫隙。時代嘅巨輪無情亂過，傳統高地租日價嘅黃金歲月已經正式畫上句號。餐飲業嘅遊戲規則已經徹底改寫，未來唔再屬於死守舊思維嘅重資產小作坊，而係屬於懂得以輕資產靈活應變、精準控制營運成本，兼且能夠守住每一分現水嘅精明生存者。時代要淘汰一間食肆或者一個舊模式，連一聲招呼都唔會打。與其日日抱怨客人無情市道唔好，不如認清底層嘅殘酷真相，親手斬斷負擔，守住自己嘅現金流。覺得今期分析幫你睇清飲食業變局嘅，記得 like 同 share 俾身邊仲喺水深火熱中苦撐嘅朋友。